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冯磊沟通真是费劲儿，我跟他真是半句话崩不出。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陆明浩别这样。我倒是发现，我们两个不仅爱好一样，而且喜欢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闷。哎，对了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让人去帮我把灯关了，不然明天早上又亮死。怎么又熄灯了？哎，月儿，洗漱我，走走。你谁啊？怎么是你？好好做人不行吗？为啥非得扮鬼？你怎么上来的？哎，你来别人宿舍干嘛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，你是不是在哪儿都这么没礼貌啊？哎，你回来啦？他谁啊？新搬来的室友啊。